今年高雄的戏赛甲人赛的比赛有8队国内外队伍参加。今仔早起的总决赛有2队拼冠军，落尾是家人中兴的李师傅零赛团摕到冠军哦。那么做伙来看伊精彩的表演。 这首动物游戏音乐，大家听到已经都未吹分。来自家人中兴女师傅龙狮团发挥创意，因打造一座城堡，也将传统西洋的表演结合动物游戏，看起来真趣味。 今年高雄戏赛甲经过2点外天的大战，拢总有8支国内外队伍伫杠条顶面人赛。赛队除了比传统武艺，搁比创意，狮仔搁会晓钓鱼仔、拍棒球等等，来展现赛队故乡在地特色。互今年表演真值得看，现场观众是满，气氛闹得滚滚。这我是第一次来看，以前没有看过。对，不过就是这次看完之后，我觉得它比较贴近，就是。 新的欣赏娱乐，每一组都很有创意，然后很精彩，可以看到技术跟不同形式的表现这样，然后不同国家也有带入不同的文化。今年西洋大战上大重点是2队冠军的队伍，家人中兴女师傅龙狮团是高雄戏赛甲连续3届冠军狮王，另外一队新加坡艺伟体育会是今年马来西亚分顶世界狮王冠军队，今年2队分数只差0.2分，家人中兴女师傅龙狮团顺利夺冠军留伫台湾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